民党的立委赖士宝拜三暗时赛车的时，哪像无小娘去弄着两个过路人。赖士宝昨伫立法院有会实咧，讲迄天天色暗嘛，视线阁互 A 条炸掉咧，才会发生车祸。到底这 A 条是啥物？赛车的人要安怎做，才会当避免事故？今仔日解拍新闻，咱就请吴欣为咱细分明。刘辉，是主播。国民党立委赖士宝赛车去弄着两个过路人，伊回实咧讲是因为 A 条死角才会造成事故，袂少车祸拢是因为 A 条改着视线。到底 A 条是啥物？咱做来看。除了 A 条，也阁有 B 条甲 C 条。A 条、B 条、C 条，伊是规个。车若讲要爱安全，要爱稳定，伊的结果，这三个部分就真要紧。这三个部分一定爱有力。也 A 条伫咧车的头前玻璃甲头前车门中间的条仔，号做 A 条；也 B 条是伫咧头前车门甲后壁车门中间的条仔，号做 B 条；C 条是伫咧后壁玻璃甲后壁车门中间的条仔，号做 C 条。要是安怎赛车会拄到 A 条的死角？这咱就要先讲 A 条的作用是啥物 ？A 条的作用就是讲啊，咱若来赛车，正经讲拄到车祸，像讲小龙啦、冰车啦，甚至讲车身链、轨仔链，这时阵 A 条就会当甲车经好调，防止驾驶冲来变形，来保护车内底的人，保护乘客。所以讲 A 条一定要有够用，绝对袂当伤过头射击。但是咱拄则有讲 ，A 条是伫咧车的头前，伫咧头前玻璃两边。这两支若爱有够勇、有够粗，袂当伤过头射击，安尼就会造成讲赛车的人伊的视线会去互阻碍着，尤其是伫咧等弯的时阵，驾驶是看袂到 A 条后壁。阵讲迄个时阵 ，A 条后壁若有人伫咧遐，就真正有可能去弄着人来发生意外，也敢有法度避免 A 条所造成的死角。其实只要咱赛车的时，要转弯的时阵，身躯向头前，要头歪一下，看一下正边，看一下倒边，可能讲本地看无的所在有安全，才来转弯。也要到路口的时阵，车速唔好紧，爱豆豆仔来驶。才有够时间通反映讲路口敢有过路人来行，掌握人甲车的状况，才知影讲当时好转弯。也咧转弯的时阵，爱甲车头驶去到路口的中心。甲车头驶去到路口的中心，再来挖唔好测试过，也袂到路口中心就挖，安尼讲角度啊会伤过头。若转到场面会袂赴应对，一定要用接近直角的方式来转弯，安尼才会当避免 A 条的死角，确保视线有完整。只要咱咧赛车豆豆啊驶的遵守规则，加注意身躯边人甲车的状况，针对部分的交通事故就会当来避免。以上就是今日解判新闻，甲时间交等个主播。